再来关心这则意外消息，这是发生在台南市的桂林，有一搭放塑胶原料的仓库，昨半暝传出火灾。这乌影是庆上天，经过消防人员的抢救，今仔日透早才总算甲火拍花，加在是无人受困。也那详细起火原因，还阁需要调查。对半空中看落一团火球特别显目，烟雾冲上天顶。台南桂林中央路一搭放塑胶原料无危险物件仓库，疑暗时不明原因就火烧，仓库规个烧起来，火势真猛。消防局接到通报，随调派18架车、39个人去拍火，加载无人受困。那现场是这个仓库用途，它存放大量的塑胶粒，那它没有危险物品，那火势成功这个把它控制以及局限了哈。因为仓库的3边拢是农残，所以讲未炭烧，造成灾情扩大。经过消防队拍火，火势一直到23透早才拍花。不过这塑胶原料着火了后传出来歹味，台南市环保局嘛对风尾发出空气品质的警示。针对这个环境的部分，在那个下风处进行钢品的采样。那后续将会依照火灾调查报告跟现场的搜证的情形，然后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32条相关规定进行处分告发。再有一个就是电线着火，因为没有切实来讲不然就是天气太燥热。你走在外面的时候，你还是会闻到有一点点，就是会觉得很难呼吸，比较担心呐。但就是还是比较担心消防员的安全。这回火灾，予300坪厂房规个烧了了，损失大约是400-500万。不过详细着火原因，有待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